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箴言第6章第6节到23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那光。光在圣经的教导里是非常重要的。从创世纪的记载看到这世界是混沌不明的，因此上帝就创造了光，让这个混沌的世界有了亮光。在圣经里面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也成为了约瑟梦境的内容，也成为光的代表。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：上主使以色列人战胜亚摩利人。那一天，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向上主祷告：太阳啊，停在基遍上空；月亮啊，止在亚伦谷。太阳就停住，月亮也不动，一直到以色列打败了仇敌。这件事记载在亚萨尔书上。太阳停在天空，整天没有下去。上主听人的话，以前从没有像这样的一天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上主为以色列征战，在列王的中间，列王记下卷提到了太阳。太阳上帝以停止的太阳作为记号，让西西家王知道他就是上帝，并且要医治他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也看到了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的经文也这样提到：可是对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，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，医治你们。你们将像从牛栏里放出来的小羊一样的蹦跳快乐。也有说：看啊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的身边庇佑你，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诗篇112篇第4节到第6节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所提到的，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。以前农家呢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能够这样做的，就是表示他是认真的农家，他工作着。另外，传统上认为女生结婚是嫁到先生的家里面，然后就在当时有这么样一个劝世歌谈到，做人的媳妇必须要知道道理，要很晚去睡觉，要早早的起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说法想法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已经不是那么的适合了，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但是却提醒我们一个人的作息跟他的勤奋与否是有关系的。虽然我们知道在现代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因为要跨国工作，特别是经历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国际网络工作会议非常多，常常需要
配合主要的时区，然后就日夜颠倒。这不代表懒惰了哈，但是整天睡觉可能真的表示工作不认真，做事情不勤奋。箴言是一本圣经里面的劝世文。今天的经文这样的劝勉，他说懒惰的人要查看蚂蚁怎么样生活，向他们学习。他们没有领袖，没有官长，没有统治者，可是他们在夏天储备粮食，在收割的时候准备过冬。懒惰的人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几时才可以起来呢？你说我只要打个盹，睡个觉，抱着手休息片刻。可是当你沉睡的时候，贫穷要像强盗一样来袭击你，缺乏要像带武器的匪类攻击你，无赖邪恶的人要到处撒网，他们挤眉弄眼，手足传情，无非是要欺骗你。他们腐败的心肠要时时涂抹恶事，到处制造争端，因此灾祸要突然临到他们，他们要遭受致命的伤害。有7件事是上主所憎恨的，是他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傲慢的眼睛、撒谎的舌头、杀害无辜的手、策划阴谋的心、奔走邪路的腿、编造假证，在朋友间挑拨是非。圣经的角度非常不同的说到，如果打盹的时候，那一些匪类就要来攻击你，因此你必须要警醒，让自己活在光中的人。那么那一些属于黑暗的事情就无法来攻击我们了。所罗门这样来告诫他的孩子们，他说：年轻人要谨守父亲的训诫，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。你要把他们的话铭刻在心，系在脖子上。他们的教训，你要引导你的旅程，黑夜保守你，白天陪伴你。他们的训诲是亮光，他们的管教只是人生的道路。有警觉心的人是活在光中的人，因为他们听了亮光的训诲，过得谨慎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人就可以活在光下。根据前述我们刚刚讲过的圣经的记载，光是代表了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意志、上帝的同在。因为跟随光，那一些属于黑暗的事情就无法来攻击我们，那一些会使我们致命的伤害也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耶稣基督这样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：你在为自己作证，你的证言是无效的。耶稣说：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
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的判断，而那一位差我来的父亲跟我一起判断。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着，有2个人见证相符，他们的见证就算有效。我为自己做见证，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基督是那个光，借着我们接受他、认识他、跟随他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，认识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。这样就不会如同法利赛人一样搞不清楚情况。在光的引导之下，我们就能够进入在他的救恩，得到医治，得见主面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要领受光照，成为世界的光，借着我们的被改变的生命来反射主的光，照射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之中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，是我的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，遵行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你受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。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法律。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，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。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，是我心中的喜乐。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我生命的终结。感谢上帝赐下基督，成为世界的光，呼召我们成为主的仆人，也做世界的光，照亮我们周边的人，使人得益处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